高雄的春美歌剧团今年搁再和画舞营合作，推出新编的戏剧《忘川谣》。这是少年世代共同创作的新戏出，用爱甲责任做主题。这团长郭春美演戏内面的将军，带大家看人间的无常，咱就爱知影珍惜身躯边的人。 简单一句说，圣元国甲韩海国的兵将随顶开电视开战。高雄在地春美歌剧团今年搁一摆甲魏武营合作，推出新编写的戏《忘川谣》，以爱甲责任为主题，要带大家来看见人间的无常。透过战争，透过爸仔囝的相处，也有翁仔某的生死分离，甲大家讲爱珍惜身躯边的人事物。 其实《忘川谣》呢，全剧都围绕着爱，只是爱有很多面向，延伸出更多不同的变化。当然，在人性的影响之下，它会有不同的选择，也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。《忘川谣》的原创剧本是桂春美的查某囝孙凯琳写的，这摆甲另外一位编剧老师，甲剧本写甲更较有故事性，也将口白的部分尽量写较简单白话，目的就是希望让少年囡仔愿意踏入剧场来看歌仔戏。 孙凯琳讲，其实除了写少年观众来以外，对咱剧团演员的培养也有在传承。我都一直有在做推广的动作，因为很有趣的。以前看戏的呢，妈妈就会看我妈妈，妈妈带着小孩子来就会看我。 对，我们是以这样子的方式，然后接下来是还有一点哦，就是刚刚你们看到的那个孙少恩，他今年15岁，他是我们的第5代。无论是服装舞台设计，还是文武场的配合演奏，剧团甲各方面的细节拢做甲真有路。团长郭春美邀请大家22日2天到店来魏武营看这出《忘川谣》，欣赏歌戏的水。记者柯家族邱超雄、高雄场报道。